兩個人瞓一間房，最傷感情嘅未必係打鼻鼾，可能係每次開燈都要逼另外一個人遷就你。一個人想睇電影，另外一個人想休息，甚至兩個人想親密一下。間房唔係光到好似辦公室，就係黑到乜都睇唔到。你以為臥室只需要一個睡眠模式，其實兩個人住埋一齊，每一刻都可能處於唔同狀態。所以臥室唔係裝幾盞燈就叫做設計，而係要將控制權分開。左右閱讀燈要獨立，衣櫃有自己嘅任務光，腳下有夜行光，床頭或者窗簾嘅位置間接分為燈光。睇電影有電視背景光，最後先係整理清潔嘅全房嘅基礎光。六類燈實際分成7路控制。瞓覺之前只開2-3成暖色氛圍光，一個人睇書就只開佢自己嗰邊嘅，睇電影只保留電視後面少少背景光，兩個人親密相處就用柔和嘅間接光，而且一定要保留床邊手動控制，唔好交俾傳感器突然開燈。半夜起身只照腳下，真正要揾嘢同清潔嘅先至全房開光。臥室燈光唔止決定間房夠唔夠光，仲決定兩個人可唔可以保留自己嘅生活節奏，而唔使永遠互相遷就。你屋企臥室仲係一盞燈全部開晒，留言打1；已經識得按兩個人嘅狀態分開控制嘅就打2。